啊，個膝頭哥好痛啊！老人家有退化性膝關節炎咧，係非常之常見嘅一件事，因為始終咧都行咗咁耐時間啦，咁我哋嘅筋骨有退化同埋勞損咧，都係唔出奇嘅。而且老人家咧行路行得多嘅時候，可能造成膝頭哥關節發炎，一有發炎嘅時候咧，就會造成一啲嘅血液流動嘅阻塞噶咯。尤其是明顯嘅阻塞地方咧，係我哋嘅膝頭哥關節嘅後面呢個位置，佢除咗係一個淋巴集中嘅位置之外，亦都有一個特殊穴位，呢個穴位咧就叫做委中。咁如果呢個委中嘅穴位佢特別阻塞嘅話咧，係會影響到個膝頭哥嘅功能嘅。所以咧，我哋作為一個專業嘅護理員，可以先幫婆婆按摩放鬆呢個位置。咁放鬆咗委中呢個位置之後，令到佢本身嘅積水去咗之後咧，佢就可以個疼痛咧有一定程度嘅舒緩啦。咁除咗去處理呢個嘅淋巴阻塞之外，仲有婆婆嘅前大腿、後大腿同埋小腿嘅肌肉咧，我哋相應都可以檢查下會唔會太過繃緊，而令到佢咧唔能夠活動自如。如果你仲想了解多啲有關長者膝頭哥關節炎嘅處理方法，歡迎繼續關注我哋。小紅書